今日係萬錦市乜咸最重要嘅一日，係咩事？Indy Honda Indy 喺萬錦市舉行啦！嗱，呢個 Indy 所有嘅地圖咧，大家見到晒啦。點樣跑法有咩睇到？嗱，我有現場同我好朋友仔哥一齊現場參觀緊啦，睇下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先。喺剛過去嘅星期一咧，萬錦市就送出咗2張入場券啊，係由市長舉行嘅活動，歡迎大家參加 Indy 嘅。不過1連3日嘅 Indy 比賽呢，嗱，今日第一日啦，大家喺乜咸市有乜嘢做呢？除咗睇 Indy 之外，即係食啦。喺萬錦市最多嘢食啦，中西日粵韓泰非都有得食，而且呢個花樣之多呢，係包羅萬有啊！所以 Indy 期間呢3日咧喺萬錦市揾食呢，就多樣化，嗱，由朝食到晚，早餐到宵夜到2點都有得選擇。不過泊車呢，大家就要醒目啲啦。嗱，有啲免費泊車位咧，就唔係人都知嘅，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嗱，喺 Cineplex Golf Town下邊咧，嗰度有啲免費位，不過咧就早到就早着數，因為早嚟到咧有位泊，之後就冇啦。其他地方就泊車就好貴啦，大家就執生。嗱，成個萬錦市咧有咩食咧，就留意啦。嗱，珍珠奶茶咧，我哋特別多謝咧呢個阿蓮贊助我哋啦。地圖見到啦，嗱，自己揾食，希望大家咧玩得開心呢3日睇 Indy 嚟乜咸，記住啦！難得啊，第一屆 Honda Indy 乜咸歡迎你！